南投鱼池乡伫个东港这个社区来成立着美鱼市集的实体店面，要来行销在地农特产品。今年鱼池乡有5个社区参加社区产业行销计划，串联专项农特产品的行销。今日伫东港社区开一间店面。以后各位的产品只要有客人来，都可以请你们来这边展摊。为了要串联行销鱼池乡各社区的特色产业，鱼池尖社区发展协会传承经验，并且结合社区的小旅行，提高社区产业特色的知名度。这个周边的社区小旅行那结合实体店面来行销我们周边的这些社区的农特产品让这些游客第一个可以体验我们在地的这些农产品跟旅游的这些乐趣。今年因为受到疫情影响，社区产业行销面临转型，除了实体店面的成立，嘛将脚踏车的旅行方式结合社区的产业行销。鱼池尖社区发展协会做家母的角色，甲其他社区免怎开店面，希望讲为社区的产业开创先机。